高雄龙发堂违法使用精神疾病患者，用铁链仔甲人连起来，佮夹棍仔拍，涉案的法师已经去互检方起诉。美国和罗西亚2月18日会谈，讨论陆俄战争，宣布邀请乌克兰。欧洲国家已经召开紧急峰会来应对。全球第一位公开同志身份的伊斯兰宗教领袖，伫南非去互人弹死，同志团体要求警方要彻底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台中新光三越爆炸原因，高达要搁咧调查。尼这爆炸时阵呢，是无看到物件烧起来，嘛引起社会讨论。消防局表示讲，可能是这气体烧甲真紧，1万年啊，就烧甲真完全，才会无看到火焰。台中新光三越起爆发生了后，消防局以一个现象仪来勘查，温度大约伫24度。红烧迄个温度相对是较悬，但是无亲像一般的火场发生了后，根本继续高温。消防局根据证据研判，起爆的系统下外泄的气体无排除已经完全烧掉。这个爆炸的时候，在一瞬间它就已经完全燃烧了，所以才会让大家看到爆开的时候是没有火光的。不过事实上，因为有民众有被灼伤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还是断定它还是有燃烧的一个过程。起爆迄当时威力真大，毋过煞无出现明显的火焰。有化学老师指出，现场的空气当中可能存在可见物，短时间就烧完，来产生强大的冲击波。它今天这个状况可能会是它瓦斯的比例刚好跟空气到达一个只能说就是比较刚好的程度，所以它烧完的过程会非常剧烈。起爆过后第5天，台中新光三越大楼外观嘛是有未少物件可能会落落来。一透早，施工人员当进行一面处理、一面规划后续的处理作业。不过，台中市副市表示，到当也未收到来自新光三越的安全防护计划。那这部分要赶快提出相关的安全认定跟鉴定，那这个部分才可以确保我后续的人进去抢救相关它的物品的时候，不会受到里面的倾倒物或是结构安全的危险的影响。都法局表示，检调同意针对牵连危险的外墙微波和无牵连收集证据的楼层先做安全防护。新光三越应该会同技师赶紧提出结构安全认定计划，尤其外墙的部分应该需提出加强防护措施。也那这段改善期间，应该由这个公司负全部的法律责任。你看，今天我们已经在流程中，那专业的建筑师呢，就会在都发局这边呢配合政府呢进行相关专业的一个计划。新光三越表示，案件上紧27日向都法局提出。另外，对外界指期管内时间并无按照规定申请，新光三越坦白讲有问题，并且愿意接受相关的裁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因老爸伫今仔载是过身，不过这郭文哲因为涉嫌政治献金案，佮有经花销案，目前是当咧收押。这边仔2个人无见到最后一面。台北看守所表示，郭文哲依法会使申請登去埋葬，不过这件代志干那会使申請一解，而且爱伫24點鐘登來到看守所報道。外界關心這郭文哲敢有申請咧？這看守所表示，這是個人的隱私，無法度回應。客人呼查，那行那老目屎，郭文哲的老母金碧厅出现伫殡仪馆。就是说妈妈有比较偏向不办告别式。我不太清楚，都是妈妈做的决定。真侪位挂界的人了后拢到场，毋过在下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将一天接到新潮台大婚姻探视老爸，敢若一天郭文哲老爸郭成快就伫17破病过身，享其寿94岁。想到我父亲，我常常都掉眼泪，所以已经过期了。捌伫真侪年前讲到失去老爸的疼，郭成快流目屎，伊毋若是228事件的受难者家属，也毋愿囡仔目政治。毋过郭文哲决心行入政坛，打算因为涉入金华城等案件，受起诉互羁押到今，爸仔是无见到最后一面。柯妈妈、佩奇医师、柯美兰医师，他们一定很哀伤。那也有很多千头万绪的工作要进行。那我会希望大家能够尊重他们的隐私，也给他们多一些空间。
面对大问题老爸过身，民众党表示唔甘，也感谢伊一生的付出。党主席吴国昌讲，民众党会做各界坚强靠山，尽力协助，尊重家属意愿，处理丧事。台北看守所也回应讲，大问题会当依法申请登记处摆送。科员内心状态或是否申请返家探视，均属个人隐私，欠难说明。政治人物在监所期间提出摆送的申请已经有整理，亲像涉嫌诈领助理费，一时互羁押的家己市议员戴玲，捌伫甲锁定员的介护之下，登去祭拜老爸。蒋总统陈水扁犯贪污案日加服刑，也捌登去厝的去参加中午的丧礼。这届老爸过身，大问题敢是已经提出申请。法所表示，这是个人的隐私，无法度说明。不过强调申请卖送原则上共一个事由，以一届为限，并且要伫24点钟内等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的龙发堂伫咧1971年成立，收治精神疾病患者。不过伫咧2017年的时阵咧，爆发血热的菌株感染，去互市府强制解散。即阵煞搁表讲，因用铁链仔甲收容人连起来，怪4个月，搁也滚仔共拍。这涉案的法师去互检方起诉，也已经因为旧年已经修法，规定这专业的机构才会当收治精神疾病患者。所以卫生局嘛针对违法收容的部分，嘛要罚6万块。地下室空滚啊着天床，有一寡所在暗爆发生不当对待正义的龙发堂。2017年因为爆出暗暝发生车里，也有血流互相烧的这事件，第2年2月，互高雄市府强制来清空。部分家属因为无在调照顾，佮甲人送回来，无想到2023年佮再出现不当的对待，以铁链捆绑腰部，还有右脚的脚踝。把检禁收容人捆绑在龙发堂地下室的铁床上，以这个方式施行拘禁长达4个月。除了长期加禁甲绑收容人，涉案管理干部心修法师也用一个棍仔来拍收容人，造成伊正平的骹肚受伤。17号检方以涉嫌施行加禁加普通伤害罪起诉。卫生局当时以违反精神卫生法甲登记法，对龙发堂裁罚33万块，并且进行强制安置。过年之前就有联络啦，这段期间有人那个身体家属的身体也不好，住院啦、开刀啦，还有一些是家里在办丧事，这样，那就要等家属他把家里的事情来处理完。涉案的心修法师已经离开龙发堂，境内底有4名的收容人，虽然是体谅家属困难的所在才收容，不过精神卫生法去年12月已经修正。规定，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必须收容到专业机构。卫生局一家也来稽查认定违法收容，会开出6万块的罚单，也继续跟家属来沟通协调安置个案。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新闻，这强烈冬季风暴扫去美国的东部，有几哪个州是落大雪。这温度真低，风搁正透，尚无造成9个人死亡。目前，这肯塔基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有气象专家就警告过，这美东地区上寒可能会寒到零下45度。公路面顶路边的大树啊，都伫路边阻挡通车。美国东部受到强烈的冬季风暴侵袭，风暴为南部向东北地区行。几个州居民最近几个礼拜连续受到真低温、大雪啊，佮强风的侵袭。其中中东部的肯塔基州灾情上严重，有数百名民众受困大水，有民众因此死亡，超过300条的道路封闭。和肯塔基州长贝希尔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Where we are right now is in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hase. This is the search and rescue phase. We can confirm that we've lost at least 8 Kentuckians due to this weather event. 贝希尔表示，肯塔基州在24点钟内底已经进行1000多个救援。冬季风暴的豪雨造成河川泛滥，包括1名妈妈甲7岁囡仔，真侪受害者因为做大水受困伫车内死亡。另外，阁有39000多户徛过停电，呼吁民众踮踮厝莫出门，避免拄到危险。We may see some additional light and scattered snow across the Commonwealth today. There's another small system moving towards us, but shouldn't be as significant as what we have already seen or like yesterday. More concerning are wind gusts of 30 to 40 miles an hour, especially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Kentucky. 另外，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先发生一丛大树倒来时阵，地派附近的客家造成居民死亡。气象学家表示，美国会遭遇到这个冬季第10届，嘛是上冷的一届，极地降热层的影响。上大受影响的地区是北落基山脉，甲接近加拿大边境的大平原地区。到时阵气温有可能会冷到摄氏零下45度外。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
美国和罗西亚2月18日要伫咧沙烏地阿拉伯會談，討論俄烏戰爭停戰的談判，嘛要安排 Trump 甲普廷見面的時間。Trump 講，若確定要談判，一定會予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參加。不過美國也表態講排除其他歐洲國家做伙來談判。事實上，2月18日這場會談咧，烏克蘭這邊也無收到邀請。看起來美國是想要先和羅西亞敲好勢，烏克蘭並無主動權。不過，澤倫斯基也捌講過，未接受因無在場的任何決定，希望 Trump 先做出安全的保證，才來談判。另外，歐洲國家17日也伫咧巴黎召開緊急峰會，針對因無法度參加的談判，討論要安怎來應對。美國總統川普結束行程，演出空軍1號了後，回應俄烏和平談判問題表示，伊相信真緊就會甲羅西亞總統普丁會面，討論安怎結束俄烏戰爭。也閣講，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會參與會談。I think he wants to stop fighting. They have a big, powerful machine. You understand that, and they defeated Hitler and they defeated Napoleon. You know, they've been fighting a long time. They've done it before. And but I think he would like to stop fighting. 不過，烏克蘭政府高層表示，幾乎並無需要參加在沙烏地阿拉伯舉行的多邊會談。澤倫斯基17日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訪問，強調即馬上重要就是讓更加多紅領旗的人回來，甲各項領導主義計劃。未來幾日，伊也要訪問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等國。It will reach a point when if it's real negotiations, and we're not there yet, but if that were to happen, Ukraine will have to be involved because they're the one that were invaded, and the Europeans will have to be involved. 川普在無事先甲歐洲盟友烏克蘭協商的情況之下，甲普丁通電話，和各界攏真驚嚇。川普任命的俄烏問題特使也表示，歐洲未在和平談判中佔有一位。The answer to that last question, just as you framed it, the answer is no. The answer to the earlier part of that question is yes. Of course, the Ukrainians are going to be at the table. 面對高級的狀況，法國決定證實歐洲主要國家領袖17日會在巴黎召開緊急峰會，包括英國首相斯凱爾、德國總理肖茲、北約秘書長魯迪、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甲意大利、波蘭、西班牙等國領袖攏會參與討論俄烏戰爭甲歐洲安全議題。公司新聞第為您編譯。印度當日舉辦宗教盛會大烏節，頂禮拜六首都新德里車頭人就真濟，客甲雜通通。火車慢婚，閣臨時換月台，地區民眾小挨小虧，人打人，上無有18人死亡，其中5個是囡仔。啊，那大部分的死者呢，攏是女性。目前甚至有人失蹤，到今攏還未找到。小大事故發生隔當天，新德里火車站遊園時人滿滿，要落車的乘客甲搶要上車的人真做伙，就算警察在場指揮，也是真歹所解。印度火車傷過客早已經毋是新聞，也毋過最近拄着舉辦大烏節，互小矮小客程度佫較嚴重。目前已經知影，這擺小大事故至少奪走18條人命，其中有5個囡仔，死者多數是女性。到禮拜2有家屬找不到失蹤的親人，是真着急。पता नहीं चल रहा है कल से लापता है उनका हाँ ट्रेन में जा रही थी कुंभ नहाने के लिए वही ट्रेन का टिकट नहीं था वैसे ही जा रहे थे कोई से ट्रेन से भी जा 也有家屬知影親人死的消息，趕去病院領回遺體。一名女子顯然無法度接受這個消息，因路需要人扶着。12 नंबर पर हम लोग खड़े थे वो एक बैग अनाउंस किया कि 14 नंबर पर गाड़ी आएगा उसके बाद भगदड़ मचा उसमें मेरी बहू खत्म हो गई。印度媒體指出，拜六迄日有2班列車嚴重慢婚，而且臨時該入站櫃台，造成迄當時大批遊客着急要上車。也毋過有人無細理佇連接櫃台天橋觸倒，摔倒佇其他人身上，才會爆發這件小大事故。目前有關當局已經組成調查委員會，查明事故原因。鐵道部也宣布，所有去普拉雅格拉吉參加大烏節專車，攏會停靠16號櫃台。一般常規列車是按現有的規定，佇所有的站台運行。希望分散車流甲人潮，避免類似的悲劇嘅發生。頂個月29日，印度北部則因為大烏節發生小大事故，造成40人死亡。去年7月間，佇北方邦一項宗教集會也因為過度客爆發小大意外，奪走123條人命。公司新聞張惠敏編譯。
全球第一位公开家己同志身份的伊斯兰宗教领袖亨德里克斯，伊长期以来为着同志，佮有少数较弱势穆斯林发声。不过，即阵呢，伊人伫咧南非去互2个人打死，目前也毋知影因犯案的动机。同志团体是要求警方要彻底调查，看敢是因为对同志的偏见造成受罚攻击。57岁伊斯兰宗教领袖亨德里克斯是全球头一个公开家己是同性恋的伊玛目，也就是清真寺的教长，也是率领这礼拜假祈祷的人。伊昨午伫南部社区戈贝哈附近拄着伏击，2个凶手对所坐车连续来射击，互伊当场不幸来死亡。So it sends a message. It's just a message of hate speech, a message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 A message of living in unsafe communities, and which calls for action. 亨德里克斯1996年就公开同志身份，伊伫开普敦经营一间清真寺，用非传统方式改图伊斯兰教义，提倡包容的信仰，创立组织为跨性别者少数边缘族群来讲话，加做因的保护所，得到国际肯定。虽然南非宪法保护人民的性取向，也伫2006年加同性婚姻合法化。同志族群依然是面临暴力甲歧视威胁。亨德里克斯的无害，互这族群是感觉真惊，也佫有唔甘。I was not teaching people to be homosexual, but he was teaching people. His teachings about faith, spiritual development of a human being, understanding your faith. 全非洲要真侪国家加同性恋入罪，甚至做出死刑。亨德里克斯已经真侪这人的精神导师，也因此受到真侪安全的威胁。不过，伊伫2022年的纪录片内底强调，动物自我的需要比对死亡的惊吓也较大。警方讲，本来也伫调查中，动机也无清楚。国际男女同志协会要求彻查受婚犯罪可能性。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有几百个原始部落，是人类毋捌看过也毋捌接触过的。顶礼拜，所有一个原始部落的少年查甫人，雄雄为部落内底走出来，来到现代社区。伊手提棍仔，佮直直讲话，若像是想要救火。这规个过程拢去互人翕落来。暗时7点，巴西西南部亚马逊支流普罗斯河边的贝拉德沙社区出现一位不明的人士。这位少年的男性脱膊体、脱只脚，腰下一条腰部，明显是对河南侵厝的原始部落来的。这位男性看起来表情自然，身体也改成真勇敢。伊下手中的叉箍，并且一直咧讲话，看起来是想要救火。因为情形真罕见，当地民众赶紧提手机起来翕。那联络巴西国家原住民基金会分奶，过程当中，各民众提出来达想要替男性的叉箍点火，毋过无成功。后来基金会人员到现场，把这位部落的男性带转去附近的设施，并且伫过当天把主管转去部落的男性送转去伊所属的马莫里阿吉兰德保护区。国家原住民基金会发布声明表示，已经派专业的卫生团队确认男性敢有接触到原始部落无免疫力的传染病。这款的情形去年也捌伫秘鲁发生，苏当时国际生存组织翕到一阵原地和外口无交叉的原住民部落马什丘皮落的住民，竟然一直出现伫河边，可能是咧找食食。苏当时专家就认为讲，因反常的行为，反正是为着美，伫树林内底愈来愈侪的彻查的工人。也那巴西政策是无主动去接触原始部落，毋过会针对因进行保护甲监控。一方面是为着防止非法的采矿甲彻查，另外一方面也是保护原住民的生存甲文化。这位罕见出现的部落男性，是属于马莫里阿吉兰德保护区。2011年才互巴西政府认定确实存在。也那这也是第一届现代社会会当接触到一个神秘又佫孤立的部落的成员。公视新闻洪如梅编译。来看埃及有一个30岁旅行者，伊挑战用卖坐飞行机的方式旅游，为埃及沿路向东，伊坐船、坐车，甚至是骑马、骑骆驼，用274天的时间，行过这中亚、中国上远来到日本的东京。伊伫咧社群网站分享这段4万公里的路程，嘛成几60万人加以关注。30 years old, and having started my travel journey from Cairo, after 274 days on the road without flying, I made it to my finish line, Tokyo.
埃及冒险家诺克这座46000公里无坠飞机的行程，经过274天来到东京的终点站，伫日本接待伊的上班族姓名小姐，正热情解揽掉。すごい難しいだろうし、安全に楽しんで来れるのはすごいバイタリティがすごいな。诺克自埃及的沙巴加港出发，自阵去阿拉伯半岛，经过中亚、中国，一直行向地图上东边的日本。伊坐各种地面的交通工具，伫社群网站记录这段行程，其中伊的粉丝人数超过75万。Hitchhiked to Mecca and finally arrived at El Kaaba. What a day! 去过人过人的美加朝圣，也伫伊朗的沙轮顶野餐刺沙。诺克讲上困难的是出发迄天，要正紧着克服对听无的语言，甲对身份的国家的紧张，沿路享受各种意外甲惊喜，目的就是要看遍规个亚洲大陆。Took a camel once, took a horse once, twice actually, a horse. Was on the back on a motorcycle as well. Sometimes I would camp, sometimes hitchhiking, so all that things. I am really a budget traveler, like eating food, street food and so on, sleeping at hostels. I think in Nagoya I was with 25 other people. 诺克进前捌伫咧德国甲卢森堡做亚马逊的财务分析师，这抓是欠长内度，平均一天加大交通，只敢若开800台票。伊这段旅程无论行到倒位，拢有身份人甲伊斗相共，拢毋捌感受到危险。就算媒体定定负面报道的阿富汗塔利班军人，也拢正优先甲伊互动。诺克希望借着伊这边的记录，会当互大家眼界放较宽咧，用更较开放的心态看所有的代志。If everybody could travel and have your kind of experience. I'm sure there would be world peace, probably, highly likely. 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